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公视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指挥中心讲，明仔载开始在家检疫的对象，倒转来到国内要离开机场，敢若会使坐防疫的车队。昨非洲的 Mauritius 一国宣布要禁止台湾人入境，外交部讲，但已经积极咧交涉当中。花莲昨一个假释犯人，甲电子卡扣锯掉脱走，透早人过来到台北市牵涉到共抢的案件，警方当时尽全力咧抓人。观众朋友，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上届新的消息，咱国新增加第42宗武汉肺炎验得确实的病例，这是去到病院陪伴甲34例住共病房，毋过无共病床号码的亲人，才去治疗的案件。另外，台北有一个倒伫咧路边送医不治姓刘的男性，经过检察官检验，确定验无病毒。42例是从现在的判断是从34例里面来延伸，是按34同病房不同病室的陪病家属，他没有国外国内外的旅游史。那2月23日，因为全身倦怠及咳嗽到诊所就医。那我们在做相关的疫调的时候，当然也包含了像34案里面的同病房的相关的，不管是现在在住院的，我们已经把它清空移到隔离的病房，但是我们也追踪在那段时间有在那个病房里面住过院的病人，出院的病患本身是阴性可他的太太是阳性。另外，指挥中心头拄仔嘛宣布讲，出国倒转来，就要在家检疫遐国民，要按机场倒转去的时阵，自明仔载开始，间内当坐交通部所提供的防疫的车队，若违反者，重罚10万到100万。搁有就是清明，又搁要连续休骨肉日，大众交通方面要安怎提防病症的摊开，这也是要紧的考验。单位消息讲，高铁伫咧考虑清明迄站期间，自由座的车票无要卖，较袂人客坐坐，下客。把手这边然后就分割。伫手环车门喷酒精消毒，计程车司机万泰防疫期间，伫高铁站排班行李，比平常时减少1半以上。至少在这边排班固定还有2000多块。对，现在就是一天是一天赚不到1000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各行各业，交通运输业更是真紧张。尤其为中港澳、韩国、意大利、伊朗入境的旅客，安怎登去厝的，是防疫作战的第一步。交通部长林佳龙伫面册宣布，3月7日开始，会协调计程车、租赁车成立防疫车队，接送需要居家检疫14天的旅客，互因接触的人降到上少。我们不敢呢，真的我们不敢。这边其实我们司机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是高危险群的。被感染到的话，我们如果要居家隔离的话，生计就有差了。司机建议要有配套措施。林佳龙面册表示，政府会另外补助，鼓励愿意提供协助车队。那高铁集团出考虑伫清明连续假期试运期间，停止卖自由座的车票。我都坐商务舱，比较有保障不会这样那么拥挤。要为了那个小钱害得大家这样人心惶惶。我觉得这个不要取消，不然你搭那个什么哪一班次啊、几点的啊，你一定要就急着要去，就准时到之类的。如果搭自由座就很随性了。民众依照家己需求有无同款的看法，高铁强调还未定案，各种方案拢搁伫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国内武汉肺炎诊断确实的病例已经42个，目前大病院拢伫咧门口管制，病人要入去找先生也是探病，拢得要先查健保卡，看进来敢捌出国，去到旅游境界头前3级，遐旅游疫情看了较严重的所在。你像台中坑这病院门口拢摆甲真长，达到医师建议讲，爱考虑要求人客先去就近的诊所查健保卡就好，分愈侪位，才会愈快消透。拿出的健保卡、检查单或者陪病证。会员光靠右边。一早台病院大门口就摆架长路路，因为入院管制升级，工作人员要求民众入院进前要准备好健保卡、门诊有药单这相关的物件，若无恐惊无法度入去。是会造成一些困扰，但是这是医院的那种规定，我们当然要配合它。病院防疫管制新规定，部分病院外籍看护看到排队的人拢硬气，唔知要如何是好。
不过针对重症病人，代代核发非病症，应唔免排队优先入院。不过也受不少民众不关照民，就很麻烦，很麻烦呢。最后你还是要推到社区去做筛检了，你不能到医院的门口来做筛检，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跑同一家医院哦。如果到社区去的话呢，大家均匀到你住哪个地方就到哪个社区去，这样人数会比较均匀。代代入院管制升级，是不外送也只能送到病院大门口，其他人拢禁止入院。其实台北市联医要严格入院管制，包括限制探病时间，一般的病房、加护病房，每天只有2个时段，每一摆30分钟探病。马街病院除了规定所有人进入病院爱全程挂喙罨、量体温，急诊病人家属也要录健保卡，确定旅游史。病房也采用一病一赔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愈传愈严重，目前唔但意大利甲俄罗斯这两国禁止台湾旅客入境，昨非洲的摩里西亚这国嘛宣布要采取同款的办法。外交部当时分析讲，这站嘛是因为对方将咱看作和中国同一个病症咧传的危险地区来锁定，但嘛已经积极咧交涉当中。因武汉肺炎国际疫情退烧，各国继续改变防疫的规定。外交部初二证实，在非洲的摩里西斯宣布禁止台湾等国的旅客入境。只要我国的国民，就是说你持中华民国台湾的护照，你今天在其他地方超过14天，由第3地进入到摩里西斯，你还是可以进入的。所以它这个管辖的这个限制的范围是一个地理的一个概念，是它认定的疫区的概念，而不是国籍的一个概念。另外，有关台湾旅行团去以色列旅游，因为这班机顶管有以色列的旅客确诊武汉肺炎，所以互遣送回台的代志。这笔台湾人已经伫咧初二暗时坐土航的专机登来台湾，不过衍生的费用问题嘛，加做讨论的重点。我们乘客本来是他们有定位，那定位因为被取消了，所以其实他们调了一个空的专机专门来载，所以就所谓的专机这部分呢，我并没有再额外跟这个乘客再索取额外的费用。驻美代表葛饰泰伫咧外交政策期刊发表专文，讲 WHO 伫咧这届武汉肺炎的疫情当中，调降了台湾相关数据来入去中国内底，让台湾变成高度风险的地区。伊呼吁 WHO 爱靠和其他功能性的国际机构，爱照宗旨推动所有的人的基本人权，让台湾有更较侪国际参与的管道。记者李定张随江良雄台北报道。蔡英文总统早起接见澳洲驻台湾的代表 Greg Cowan， 感谢伊上临到呾真用心咧加强和台湾的往来，佮不时用网络的 Twitter 和全世界分享咱台湾美丽景致。蔡总统嘛讲，世界各国面对武汉肺炎，都爱参考澳洲遭遇着连续到4-5个月树林野火，也是担当甲处理迄款勇气。伊嘛感谢澳洲伫咧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咧支持咱台湾。是面对这一波的疫情，澳洲在 WHO 执委会及 ICAO 的理事会的期间，都为台湾发声，期盼澳洲未来继续大力的支持台湾，也顺利签署了有机同等性相互承认的协议，将让台湾优质的有机的产品能够进到澳洲的市场，促进有机产业的发展。希望两国在如此紧密的经贸合作上，能够尽早开启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蔡总统指出讲，台湾和澳洲伫咧真侪工课路方面拢有密切的交流，像讲去年就有超过18000个学生去到澳洲留学。若经济贸易这方面，今年年初两国嘛已经有签有机同等性的协议，过来咱台湾有机高品质农产品就会当销过去到澳洲。蔡总统嘛问讲，两边会当赶紧开始谈判经济合作协定的约束。过来讲，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去到立法院报告纾困的特别预算600亿经费的用途。经济部的沈荣津部长就讲，这内底有按20亿，等疫情较平静，就要分振兴抵用券，鼓励民众出门去餐厅、夜市消费。文化部陈立军部长讲，嘛望艺术文化的活动同款会当运用这张券。不过嘛有立委咧批评抵用券的票面若印1张200，未免是伤过少，效果惊会较有限。
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冲击着各产业，行政院长苏贞昌初三去立法院报告纾困特别条例600亿的预算案，其中有404亿纾困进行经费提供给受到冲击的中小企业、商圈产业业，嘛编20亿来分进行抵用券，不过抵用券要安怎用，嘛受到大家关心。这个最终还是要疫情结束，大家才安心出去消费。那适用的对象呢，大概就是餐饮、商圈、夜市这些，哦。那详细的部分可能要等这个礼拜4。因为人潮聚集，受到疫情冲击而产生艺文消费下降的各式的艺文产业啊，那么也能够纳入振兴抵用券啊。经济部长强调讲，等待疫情较稳定咧，才会来分进行券刺激消费。文化部要搁争取来日起搁较侪基本产业的补助。传出讲进行抵用券初步规划是每一张金额200块，会当用伫咧餐厅、夜市啊、商圈甲艺文活动。不过必须要配合各路的大棒方案，刺激伫咧外地消费。几百块的这个抵用券，200还是300嘛？而且还规定要住国旅嘛？那这样子实在是金额太小。现在的600亿，我们当然也不希望是用一种大家来分大饼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今天就要向立法院报告特别预算，对于相关执法一定会在2个礼拜内做出来。苏贞昌嘛强调讲，后礼拜要开始针对碰假不实的消息来处罚，嘛期待纾困预算赶紧过关。若是特别预算600亿，经过调研协商了后，各党团嘛有共识，要拼伫咧3月13日议会三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第32站病例是无排外国看护，打劳动部嘛针对这站已经有发公示，要求新北市政府要调查迄个外国劳工违法的情形。不过新北市这边是强调讲，抵挡疫情优先，唔免一时一刻赶紧要甲伊处罚。总是劳动部柯明春部长嘛讲，行政程序爱照行，公事生成爱法。不过伊也尊重新北市政府的处理。武汉肺炎第32例确诊的个案，是一个非法移工看护。劳动部2月27日发文，予新北市政府要求调查敢有违法。煞收到新北市3月初2回函表示，爱以疫情为优先来拒绝。这个不是我们要优先处理的，更何况外劳还在医院隔离当中嘛，你无急一时一刻去甲处罚嘛。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不是当下要做的事情，所以劳动部发文来，我是感觉无需要遐赶紧啦。校友议爱劳动部免着急，卫福部长陈时中嘛甲伊徛共平，认为即马医护人员骹手无够，当时用人的时阵，甲劳动部是无共调。没有吧，我想大概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而已。我们是例行的这个公文作业，好，不过我们就尊重新北市政府好的一个处理，好是这样，没有所谓什么逆时钟的问题。在防疫期间，台北市长高文德因为疫情，发现有当时有警察无够妥当，台北市府准备要调整发言的团队，传出民众党发言人林正武甲主播陈志涵拢会加入担任副发言人，按算3月底上任。人事是不是有一些更动？有什么更动？最近还有疫情的部分哦，当然发言体系确实负担的是蛮重的责任。那其实最近确实有在盘点这个相关的业务跟职务，希望可以来做一个更清楚的分工。因为进前请黄静莹的流程捌引起争议，所以这届伊嘛强调，请人的人事流程会照定数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疫情拖无休，但中华航空公司已经发配予公司内部，讲2月飞行机班取消的就23%。嘛望新劳讲，家己的特休假，也是有要补休的趁这站，就要尽量紧安排。公司的经营若继续歹落去，嘛会考虑其他应变的方法。全国航空业总工会嘛发声讲，望政府爱赶紧甲航空业斗排解目前的困难。若无上凄惨的，就是基站的员工。因为国际疫情拓开，航空业一直减班。华航礼拜发出内部批告知员工，表示2月班机取消比例13%，差不多1400班；3月份取消49%，3000班；4月份目前已经取消2100班。华航请员工一定要配合伫这段时间适度安排特休、补休，也有个公司营运状况逐时继续恶化，必须推出其他应变方案。我们呼吁政府与相关业者应该优先保障员工的工作权，以不裁员为前提申请政府纾困补助及贷款。那航空业者如有任何劳动条件变更的事项，也要尽速与工会协商。工会认为，航空基站员工恐惊是这一摆疫情上大受害者，
呼吁政府爱护特别时期纾困贷款优惠，搁限制航空业唔通债权才能申请，来保障员工的工作权。交通部长林佳龙回应，对大型航空公司已经向行政院反映，建议另外专案协作。除了减免一些权利金、租金还有这个降落费的减少之外因为他们确实受冲击伤害最大。那我们也跟行政院在反映针对航空公司建议呢，另外能够有专案来协助他们。林佳龙表示，航空业者目前减帮因应疫情，希望劳资双方互相体谅。但是业者无债权，政府也会补助。交通部按算伫下晡宣布进一步的纾困细节。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含全民健保有配合的社区药局，药师这阵大家都真无用咧卖喙炎。不过人若摕慢性病处方药单要去领药所开始产生有的药拢叫无法度应付人客的问题，有影是一间大家双头thị。台南市药师工会嘛讲，卫生福利部拢咧鼓励患者较莫烧钱去大间病院领药但嘛着要斗查明，看有啥人伫咧囤药通好解决地方的药局有的药品拢叫无的问题。民众来到社区的药局，除了要买喙炎之外，就是要领慢性病处方签。但是现在出团处药局拢欠了慢性处方签的药这属于甲状腺素的，这个是糖尿病的，这眼药水，这心血管用药。民众坚持要在社区药局领药，因为他长期都在社区药局领药，这个时间他更不可能为了这个点而去改变他的行为。当疫情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包括诊所都提高它的库存量，包括医院也提高它的库存量，然后造成在末端的社区药局它是属于缺货的状态。就有药师直言，原料的药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因此是惊受到天公风城的影响，真侪病院是大量得订药物。药商嘛，因为卡伫签约的原因，大部分拢先互药量出互大病院，因此造成基层药局的药无够。基层的药局前一阵拢伫无因处理喙炎的代志，回过头要来订药煞发现拢已经欠货。欠药我目前是欠2、3种特别对很抱怨基本就是讲，我们在鼓励民众尽量如果慢签连续处方签的话，尽量在社区健保药局能够调剂。这样会比较方便，而且会减少到医院里要感染的风险。但是药师工会是直言，卫福部是呼吁慢性病患减少出入病院，但是现在煞因为无药民众都赶入去大病院，增加去用感染的风险。盼望政府的单位协助，加强客早囤货的病院。对此，市药师是讲，若是药局有欠药的状况，会当透过市药师的平台来通报，同时嘛会加强查核。请药厂就电话量有无同款的病院向市药师来通报。记者郑混淡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电视新闻公视台伫咧报讲武汉肺炎疫情当咧传的时阵，咱看到讲真侪药房的药师，一方面爱无用卖喙炎，一方面佫爱发落本地慢性病处方药单，叫药发药互人客的代志，有影一间大家双头thị。这句俗语话就是咧讲两边拢伫咧无用，两边拢伫咧操烦。肩胛头担一担，头前鸡仔咧剃，后壁民间故事讲，另外后壁迄头就是担家己的幼囡仔，嘛伫咧啼哭哭。一间大家双头thị，实在烦恼呢。讲到这个双头，国政也想到真济。甲双有牵连的俗语话，今日讲出来，和所有观众朋友互相来研究一下。真正拄到一间大家双头thị的时阵，答要安怎？有伊就是讲，谈苦中就爱渐度，就爱度时机，就爱用时机，设法落去解决。你讲看有影无？安怎样困难？安怎样无法度过关？咱嘛就爱一角一角透。若无，你若一个匆忙，一个赶紧，有当着代志袂当解决。头前鸡仔咧啼，后壁囡仔咧啼，舞到尾咱就会双头无前后。这句俗语话就是讲咱若真正拄到困难，唔通着急。好到尾无中到半项的时阵，咱就凄惨，咱就艰苦。咱颠倒讲爱看啊是，当着难关，咱尽量看会当摊会过，看会当行会过袂。有影讲当着壁碰着壁，嘛是爱活呢。
遇到困难嘛是爱甲拼落，唔通拖沙，唔通丢毒呢，唔则讲淹过。咱讲甘蔗无上头甜，但即马吼农业遇到困难嘛是改良甲甘蔗已经有上头甜啊！你讲看有影无？永早人咧讲甘蔗无上头甜，啊，搁一句话讲尖无上头来，人无上行财。毋过时势转变，国情啊，要将即句俗语颠倒头讲。较早讲商无上兵来，人无上行财，即马咱着爱认定，讲。现代人都要有双行财，因为吼，即马机动车时势咧转变，都较少人坐啊。咱若讲会晓别种的技术，会晓别种的技能，咱讲换来做别种头路。人若有双行财，真正困难就有法度多。甘蔗都有在条改良甲上头甜啊，咱毋通想讲我敢若会晓即项就好。尤其即个财，人无双行财的财。另外一个外因就是钱财的财。啊，若甲有双项的才能。当然，就有法度行两条路，有法度争取更较侪钱财，过更较好、更较进步的生活。你讲看有影无？所以即马这个时代，人都爱有双行财。咱过来讲台湾铁路局，咱嘛按今日开始，一直到4月底，要点18搭较主要的火车头加强实施管制。过来就无要互人招规定朋友伴自由入去车头内底集做伙。啊，本地有咧说人办活动的开放场所嘛，拢要暂停。但花莲火车头的站边，才拄开始运转一档的商店加车，就业者咧感慨讲，生理受影响，确实是真严重。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花莲火车头初三开始实施减少民众群聚政策。车头前的广场即马无搁对外开放，袂当办活动，人客嘛袂来。或者打开一年的商店街，看起来真稀微。店头嘛爱讲生理真正是差真多。因为现在疫情已经这样子，如果再关闭的话，客人应该就不会再来了。影响其实蛮大的，影响大概几成？大概3到4成跑不掉。代替表示，为着降低群聚感染的可能性，从初三开始到4月30，全台湾有18车头开始实施管制措施。花莲火车头各地来花莲观光的旅客真多，必须爱管制。都是在这个金旗广场，就是那个大伞底下哈。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非付费区，就是检票口前面那个空间。那未来可能在这个期间，我们就可能这些动作、这些活动都要暂停。我觉得很 OK 啊，因为大家来自何方比较不清楚。那公共空间有一些防疫的措施，我觉得对大家都好。根据花莲火车头的统计，台北花莲平常时坐车上无有13000人，即马敢若剩7000，看出来愿意坐大众运输工具的人减少。啊，若是各站解除的管制时间，会看疫情的状况另外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高雄市嘛要开办防疫的计程车，就是头拄仔咱讲的，专门去飞机机场载遐入境了后，就要在家来隔开检疫，也是直接送去病院治疗的旅客。讲起来，这项工作风险有较悬，人客起车落车了后，拢都要搁先消毒。高雄市政府就按一日薪水3500，一个月只就当领到9万块。目前头一批已经有引着4个司机，分作早暗2班，专门咧走。卫生局人员示范防护衣安怎穿甲烫，替计程车司机备份。因为武汉肺炎，高雄市防疫计程车4号嘛要上路。第一批总共有4人，分日时甲小夜2大班。由于没有明确的接触史，那在相关的病症的发生，可能在防疫的规格上面，没有必要提高到用这个119救护车来接送的这样的必要。高雄目前地处检疫甲隔离的人数超过1000人，4名计程车一天大约会使服务40到60人次，卖看价钱阁增加。高雄市交通局表示，一天薪水3500，加上足侪人有防疫书面感，第一批总共88个人报名，未来要阁增加不是问题。可以的话，尽量就是找比较年轻的比较适合的，对。然后另外就是个人特质可能会比较细心一点的，就是说比较有责任感的，因为他后面不管是在每一个个案的阶段，大概都需要做一些清洁消毒的动作。一个月会使领到9万块，有劳健保。但是载到个案以后确诊，司机嘛有地处检疫14天的薪水补偿，染病另外医疗保赔偿。不过因为司机嘛是防疫第一线，卫生局当时设立防疫站，让司机载客进前先穿衫消毒，载客以后嘛爱脱掉消毒。记者王家川、郭建顺共报道。来讲花莲一个姓欧的中年人，2017年时假释出狱，就爱搁挂电子卡扣受人监视，结果昨
花莲地检署所发觉讲，电子卡扣发出通知讲有过样。原来这个后母人已经把卡扣寄掉脱走，半暝人来到台北市犯案工厂。上届新的消息是，这个假释犯人出现伫咧高雄，警方当嘛尽全力赶紧要抓人。花莲一个姓欧的查甫人，真正因为涉嫌抢劫、性侵，被判无期徒刑。2017年假释出狱，地检署认为伊有再犯的风险，转介伊靠电子卡扣。佩戴电子脚镣，然后并命他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一天上午5点，不得离家外出。欧姓男子在109年3月2号，也就是昨天的晚上9点55分，本署发现他的科技设备出现异常的讯息。随即通知我们辖区的派出所前往查看。昨暗地检署发现电子卡扣出现各样，遂通知派出所去嫌犯引导调查，发现卡扣已经受迫害，姓欧的查甫人已经逃走。昨昏走时阵，你有感觉伊要走啊？无，啊，都好好像咱安尼。台东区一间迄个槟榔摊，搁抢，搁共抢钱啊！搁共抢钱？嘿啊，敢袂烦恼？有互抓着啊？啊袂啊。安尼我唔知。啊，你知影犯过啥物案无？讲啥物？杀人强奸嘛，啥物？我一大家一听人安尼讲，啊，因为我无。啊，得来这2、3人啊，感觉安怎？感觉就人好啊，上班就去上班，无上班就伫厝的啊。厝边表示，姓欧的嫌犯住伫厝这几天，感觉真正常。啊，嫌犯逃走了后，今仔日半暝伫台北市大东区抢槟榔摊，警方深入调查发现，嫌犯的车若像要出现伫高雄桥仔头、公山、大寮附近。目前警方正咧沿途追查，全力追捕，嘛提醒当地民众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高雄市桃园山区国有的林班地迄片树林发生火烧，因为现场无路通去行挖去，屏东林管处就赶紧申请空中勤务的直升机去斗拍控制落来了。昨下晡火开始咧倒，现场拍火人员上无就要搁行2、3点钟，才会当行挖去树林内。屏东林管处6区的工作站，只有是申请空中勤务的直升机支援斗拍火。早起有出动2架飞机，即阵起火的3大所在，只剩1搭还未拍花。较晚的时，直升机会搁出动，两笔火势就会当完全控制。另外，林务局嘛派出30个巡山的人员，用行去到火场，初步估计烧去2架栋的林班地，导火的原因就要搁调查。来讲，全台湾自由脚踏车运动界规模上界大的2020国际自由车宽大的比赛，今日去到新竹举办。因为武汉肺炎的病情咧传，影响到今年来参加的，敢若剩17队，包含中国香港、澳门、佮韩国和意大利的选手拢无法度来。现场所有人员嘛拢彻底实施防体温佮消毒，才会防疫的工课。在倒头顺的声音当中，选手拼命向前骑，2020国际自由车环台比赛，3号来到新竹，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今年参赛人数比往年是减了真侪。各车队因为航班影响，也是出入境管制，无法度来参加比赛。顺利参加比赛队伍是做出了各项的防疫工作。还是会稍微担心，不过相信台湾的防疫系统做得很棒，所以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做就是量体温的动作，所以基本上是还蛮放心的。I'm not overly worried about it because there are measures that are taken here that are very strong and very secure. 因为我们都是在每天的早上、晚上都会测量体温，然后我们选手的房间我们是有管制，不让其他国家的选手进入。因为来参加比赛队伍来自于世界各地。在防疫工作顶悬，主办单位嘛严格进行体温的量测，而且现场佫放了真侪酒精，被选手使用，完全唔敢大意。参赛的选手，我们都会做额温的检测。另外，我们也有准备很多消毒水希望每个人都一定要做洗手的消毒。另外，我们还有机动的，如果有民众要来参与，要加油，我们也会机动性的给民众做一个额温的检测。这届自由车环台比赛总长度达到684.35公里，除了考验到选手的耐力甲意志力以外，安怎要做到防疫零漏洞，也考验到主办单位的防疫措施。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来讲，台中市一个苦小姐和伊的亲戚朋友一行17名，去年年底就决定2月16要出发去冰岛和丹麦遐个国家游览。本地是要去香港转飞机，不过香港已经列作第3级旅游的境界区。
苦小姐就甲李行社讲，看是要延期，还是换去别位转无人机。谁知影讲对方竟然直接取消出团，定金51万，到单嘛也要讨袂转来。总是消保官希望讲，双方面都要继续敲切。讲到旅游行程最后被迫取消，高小姐是真气阁无奈。半年前已经规划，原定伫顶个月16号前往冰岛甲丹麦来旅游，同样嘛拿了每一人3万的定金。不过疫情爆发了后，原定要转机香港，被列作是3期旅游警示。高小姐讲希望延期，或者是为其他的所在来转机。不过被旅行社拒绝，后来直接取消出团，所以是无法度接受。就是一直诉求，希望可以转机或延期。那我们也不希望旅行社损失，因为这个疫情的发生是大家都不愿意的。那我们希望协调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金额。柯小姐表示，拢总17个人，每一人付了3万块的定金，拢总51万，拢摕袂倒转来。强调并无打消出国的意思，所以片面取消，还佫将3成的费用转交消费者。旅行社表示，政府10号开始禁止港澳来转机，因为其他所在转机的机会嘛无够，只好来取消出团。而议会款项每一人拢超过3万，所以才来扣定金。我们实际的费用还是会跟客人收取，这是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这个疫情不是本公司造成的。那本公司跟客人都是受害者。旅行社表示，家己嘛是受害者，而遵照电信化契约，收取一定的费用以及必要性的支出。消保官说明，前往3期旅游警示区，如果若是要退团，也者嘛只会使收取行程规划等必要性的支出，嘛应该提出说明。看消费者负担的多，已经付出去多少，那个费用都要扣掉那个所谓的规费、所谓的必要费用，以后余额再还给消费者。消保官表示，因为退团的责任袂使归咎双方，旅行社只会使收取包括行程规划以及必要性的支出，其他多余的款项你必须要退回，而应该安那收才算合理。旅行社嘛应该提出单据。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讲，今日早起，南韩佫通报讲，诊断确定得着武汉肺炎的患者，佫增加477个，到单累计确诊的病例已经有4812个，将近5000人。死亡的病例嘛增加到29个。美国疫情同款嘛在行，3月初2佫增加4宗死亡的病例，到单死亡的人数已经有6个，尤其这病例拢集中伫咧华盛顿这州。美国当已经有14州出现确诊的病例，全国病例人数也破100了。Despite our best efforts, 6 of those cases have died. 连续出现2件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了后，美国当地时间初2佫通报4个人死亡，累计死亡病例增加到6个人，而且全部拢伫咧华盛顿州。疫情向变甲真严重，当地官员警告，疫情拖开毋是敢会来的状态，已经是什么时阵会来。Likely many mild cases in the community that we're not aware of. We're going to see a lot of sick peopl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tremendous challenge on our healthcare system. 当地研究人员嘛指出，病毒可能已经伫咧华盛顿州传播6礼拜，敢若是无去互发现。死亡人数上侪金恩郡，在已经学校停课，当地政府按算收购饭店来做病院使用。目前全美有14州出现确诊的病例，全国累计病例数量超过100人。啊，毋过防疫总指挥副总统潘斯也是强调讲，病毒对美国人的威胁也真低。总统川普是表示，已经要求做药的公司赶紧疫苗研发的部分。南韩疫情目前也是无减轻的现象，初3早起佫通报400多例，全国累计病例要到5000例，新病例大部分拢是伫大区内的。目前当地累计病例要3600例，其中6成甲新天地教会有关系。去年的累计病例嘛，拄前一天的91例增加到98例，共要到100例。啊，若是欧洲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000例。Abbiamo anche però un incremento delle persone decedute di 18 persone e 15 in Lombardia e 3 in Emilia-Romagna, quindi il totale delle persone decedute arriva a 52. 罗马初一嘛出现第一件家庭群聚感染，意大利政府已经签署新的禁令，甲全国这危险状况分区来管理。东西区、伦巴第大区、维内托大区，还有艾米利亚罗曼尼亚区，3月初8进前暂停体育、娱乐、文化、宗教等等的活动。而且伫咧法国，累计确诊病例要到200例，死亡病例增加到4例，初一嘛有2个市长传出确诊。其中1个人捌参加过巴黎国际农业博览会，政府当地追查2个人的接触史。啊，若是巴黎的罗浮宫，原讲因为不班官方无提出防疫对策，初一罢工闭关1天，初2也是继续罢工，罗浮宫同款嘛无开。记者综合报道。3月初2，世界卫生组织公布讲，武汉肺炎已经传去到超过60国。
秘书长佫讲，全世界新增加病例人数比较中国悬9倍出来。伊佫点名韩国、意大利、伊朗甲日本的疫情，上界需要关心。嘛承认讲疫情变化也佫唔知，毋过相信会当控制。欧盟这边是将疫情的境界提高来到中等到高等一级。In the last 24 hours, there were almost 9 times more cases reported outside China than inside China. The epidemic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Italy, Iran, and Japan are our greatest concern. 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催你个俄罗中国，一天新增加病例206个人，创下1月22日以来新低。5百姓以外各有8例，按照中国以外的国家病例却是一直渐渐增加。各点名上关心日本、韩国、意大利加伊朗的疫情，正是世卫组织伊朗办事处一个员工嘛感染。世卫组织派出支援团队，催你已经到伊朗。We are in uncharted territory. We have never seen before a respiratory pathogen that's capable of community transmiss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which can also be contained with the right measures. If this was an influenza epidemic, we would have expected to see widespread community transmission across the globe by now. 谭德赛强调，组织疫情是有法度的，病毒扩散的60多个国家，有38个国家通报10例，或者是比10例更较少，有超过130个国家还未发现病例。正是抗疫不是一条单行道，各国都要将这看作重要大代志，赶紧采取行动。世卫组织突发事件负责人莱恩，这是新加坡甲香港为例，即使不一定爱封城，或者是彻底限制旅游，卖当真有效的控制疫情。另外，针对意大利疫情拓开，后面嘛调悬风险警示。ECDC has announced today that the risk level has risen from moderate to high. 欧洲人民一位会主席范德莱恩任命一个5位高级官员组成的新的病毒应小组，综合处理危机应对、健康、经济、运输甲边境登记地，呼吁免惊吓。欧盟国家卫生部长会伫7日开会，进一步讨论相关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昨香港佫新增加2个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累计诊断确定已经有100个。香港卫生署嘛呼吁市民保持个人的卫生，人甲人社交中间唔通伤过头活，病毒咧传才袂遮紧。尤其近来香港有真侪民众拢出面反对讲，政府踮伫咧家己徛家附近指定诊所负责治疗武汉肺炎，但嘛出面抗议。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早起是讲，望大家对指定诊所的安排加一寡包容、支持甲理解。香港民众手提标语行就街头，抗议部分的诊所和医管局来做接收小可发烧，也是出现顶呼吸道感染的病人的指定诊所。面对民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初三伫记者会顶悬，希望民众对防疫甲抗疫的工作会当加一寡理解、包容甲支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都呼籲社會大眾對於特區政府去建設呢啲同防疫抗疫工作有關嘅設施，無論係檢疫中心或者日後需要啟動嘅指定嘅診所咧，都要係理解、包容同埋支持。到初二為止，香港佫加2個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累積來到100例，包括一個63歲有慢性病查甫人，甲一個68歲查某人，是泉州公主號郵輪的乘客。因為部分的患者可能無症狀，也是症狀較輕，所以香港衛生所是呼籲民眾保持個人的衛生，注意人甲人之間的距離，來減少病毒傳播的速度。咁所以如果喺屋企可行嘅情況下，梗係可以睇下分開食飯啊，或者分開瞓啊，或者即係盡量避免接觸。如果媽媽爸爸係年紀大又有多病嗰啲咧，咁可能就睇下用電話問候啦，或者視像啦，就盡量唔好見面啦。另外，為了協助留佇烏北省的香港人返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佇入境的所在了解工作的進度了後，初三就進一步宣布，初4甲初5連續2天會派出4隻國泰公量包機，接533個人返去，包括留佇武漢的440個香港人，甲佇武漢附近新訂的93個人。記者綜合報道。當有真濟農產品的外銷嘛，去互武漢肺炎牽連着，往來難免就要大出咯。
云林县的农业处嘛配合农委会，开始倒接食品业者先用固定价去收加工要用的往来，按算通云林会当收到500吨才济。另外，农业处嘛讲，澳洲的外销打开放，往来农有意向，因来倒协助各项农药检查的工课，尽量让农产品多方面去销售。这在云林的农民将采收好的往来送到高溪往来集会中心，因为过无到1个月，云林的往来将进入生产期。虽然目前整体绩效阁算袂歹，但近期真侪农产品受到武汉肺炎影响，厂嘛启动收购计划。安尼收较好啦，因为即目前无外销去大陆无，咱即马市场拢滞销伫咱台湾的市场，所以价钱都袂好啊。你政府启动调节机制，因为伊加工购的部分，原本次级品嘛，次级品遐收掉伊，对农民一定有帮助的啊。云林县农处表示，县内往来进入面积大约700公顷，产季为3月中旬后开始进入生产期，加上近期的气候稳定，预估的产量真大。农业处配合农委会，启动向农民收购往来，并为下加工业者来买。疫情的关系，所以导致有些消费者市场萎缩的状况。那我们也配合中央进行有关加工品的收购。那目前加工的补助的部分，每公斤是补助3块元，那运费的补助2块钱。那我们这部分，我们印尼县大概会以500吨为目标。县府农业处就讲，除了启动收购机制，往来为今日开始，卖当外销到澳洲，只要农民有需求。农业单位拢会协助在地农民来做好相关的检疫，和往来坐管道来销售，帮农民增加收益。记者云林报道。有影啦，本地咱国的往来有97%拢是销对中国去，但经过政府5年的拍拼，昨澳洲已经通知咱讲开始即时接纳台湾的往来销入去英国内。啊，不过澳洲不比中国，因检查农药甲病虫害的条件是加较悬，农民过来就要加强生产的管理和用药的安全问题哦。已经销往10几个国家的台湾往来，即马佮新增加澳洲的外销市场。咱这边2104年提出申请，经过5年审查讨论，澳洲2号公告台湾会当输入往来生产轨迹，但输出进程必须要用化学物质分2点钟，灭毒顶头有5种介壳虫甲2种蓟马。设这个条件主要是跟我们这个凤梨上面的有害生物有关。经过这样2小时的溴化甲烷熏蒸，那可以杀灭澳洲关切的这5种介壳虫跟2种蓟马，那我们的这个凤梨就可以顺利的熟销。外销到澳洲的台湾往来爱甲泰国、菲律宾竞争。洪检局表示，咱的往来较芳、较甜嘛接济，加上批保是有竞争力。而屏东高手甲农民合作，生产当年无用生长激素往来的绿地合作社，对外销澳洲是乐观其成。要看那边的消费者接不接受台湾的这样子的凤梨的果品过去啊。当然能突破是最好嘛，这对台湾都是一个好消息啊。虽然台湾往来已经外销10几国，但因为中国无设特别检疫条件，加上离台湾近，国内有97%的往来是销往中国。那将来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嚣张受到阻碍，想要转往澳洲，农民必须加强生产管理甲安全用药，开更加侪新力。记者林俊明、陈昌伟台北报道。咱再来关心几件医疗方面的新闻。国内一个已经食到100岁的人瑞5当前开心脏。是进行病院替伊手术，用经过导管的办法冲入去体内，换心脏的主动脉慢，结果复原了真好势。这也创造出全世界手术的患者年岁上介悬的记录。啊，进行病院这边表示讲，老大人若是心脏的主动脉产生问题，传统的手术较无适合。换采用这款经过导管换主动脉慢的过程，风险就会加真轻。秋天航班无烟。106岁大家讲唱介意的亮歌，心情是真欢喜。5年前因为主动脉瓣出现问题，但阿公接受经过导管换主动脉瓣的手术他胃，即马身体健康，胃口嘛较好。跟他一直在聊天，突然间就不讲话了，就晕倒了。啊，换了以后
就没有这种现象啊，就没有说那个会晕倒了，会什么那个休克了。主动脉斑膜是心脏血液通向规身躯的关键。主动脉斑膜会常常发生伫65岁以上的老大人。过去唯一的治疗方式就是把心脏拍开，把主动脉斑膜换掉，但是风险较悬，体力的负担嘛较大。即马塔米的手术唔免拍开胸坎，风水较少，手术恢复嘛较紧。因为一般传统手术是开心手术，心脏必须要停止。那停止之后呢，再把心脏切开，再来换这个斑膜。那但是呢，我们经过假如要心脏要停止要打开的话，要体外循环啊。那这个体外循环对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啊，所以它会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性。同款受到心脏疾病折磨的艺人刘真，院长魏征表示，详细情形伊无了解，但是若是心脏衰竭的病人，要装心室辅助器等待换心的过渡期，新冠的条件是人一定爱清醒。进行病院到上久的案例是3个月，不过病人可能会有血管塌掉的，也是因为肺等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人肠仔内底的菌原来唔会当助消化，佫有可能影响咱体内荷尔蒙的平衡。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已经发觉一款亚氧菌，这款菌会当甲女性体内较侪雌激素转变转去复原做雄激素。别日咱若是开发做健康食品，就有可能会当改善女性停经的艰苦，也是男性吐抢，甚至是预防尿壶腺的癌症，无定着后作用哦。在实验室当中进行厌氧微生物的培养作业，中研院团队为污水处理厂发现厌氧菌株的发酵烷杆菌有逆转荷尔蒙的能力。那这个甲基转移酶它需要维生素 B12的辅助，雌激素逆转成雄激素。性荷尔蒙产生的固定方式是为胆固醇转化到雄激素，佮到雌激素。过去科学界认定，人类顶生物才能合成雌雄激素，而且不可逆转。不过研究新发现，细菌能合成，而且也是伫厌氧的环境当中。另外，还佫能经过酵素来逆转。因为人体肠道有共款的厌氧菌，所以即摆发现可能加做女性停经、男性秃头、甲尿壶腺癌这些症状的解放之一。至少有部分细菌呢，它是具有转换雌雄激素的能力。如果这样的细菌存在我们的人体的肠道里面，当成益生菌的话，那它就可以协助我们。有些中年男性他的雄激素浓度过高，所以导致呢射物腺肥大或者是秃头。停经期的妇女体内的雌激素的浓度，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更年期的症状。研究团队伫未来会分离顺化进行性荷尔蒙转化的肠道菌，希望发展加做益生菌类的产品，来协助调整人体性荷尔蒙浓度，缓解因为性荷尔蒙失调所产生的停经、落头毛症困扰。记者综合报道。专家博士确实对社会有影是真有贡献。国家实验研究院针对近来17档内底毕业的博士，大规模落去调查，结果显示讲，大多数读到博士的人，拢肯定这个学位有作用。尤其毕业愈久的人，愈表示讲，博士的学历对家己的生涯确实是有帮助。开真侪档的时间读博士，毋过这学位够价值。高研院针对这17档来毕业的博士，寄29700份的问卷，有效回收我4900份。7成5以上认为读博士是值得的，我4成认为是真值得。其中我8成的查某博士感觉是有效益，比查甫更较悬。我觉得男性可能因为现在背负的比较多是家庭的压力，所以他还是会比较就业为主。但是女性就不见得，女性可能她可能会觉得说她经过博士学位的训练之后，她会应用在不同，比如说教养小孩。如果你只是为了学位去做这个动作，你很大部分的人就会觉得不值得。如果你只是为了教职，那你大概也很难取得教职，因为教职真的是一个窄门。女性博士评估的效益比查甫更较悬。调查嘛发现，因为工课需要有工作经验来读的，肯定的效益比例嘛较悬。成大造船所博士高慧文摕到硕士了，先去做工课，了后才去读博士班。像我这样念完啊，我进入产业界，我就是直接是主管的缺，对，那公司也会特别重点式的栽培你。即马年会主管的人有主管的比例认为是有价值的，50岁以上有8成5，40岁以下只有6成6。高建议无研究详细的理由，
毋过也是强调讲，先想清楚为什么要读博士，而且为调查结果建议，先去工课累积经验，确认敢有需要学位才来读，效益会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南投县仁爱乡海拔悬有2360公尺的分海保线索，这是过去台湾电力公司按东部送电过去西部上重要的军基地之一。毋过当时已经远真久了。伫咧仁爱乡的原住民的部落是望讲，8日会当换林务局接手落去规划，将这片所在安排作保存族群的文化，甲推广生态旅游的场所。行伫咧山石仔路，享受后山包围的感觉。这条灵高越岭古道，要是所籍族人拍拉往来的路，也是日治时期警备交通的重要路线。为屯园登山口行4.5公里，就来到海拔2360公尺的分海保线所。这是为光复到大早期家电为东部送对西边的基地。不过，这阵保线所因为久无用，已经爬远去，面临去互人听掉的命运。很有历史，然后我觉得要保留，就是原住民我们祖先的唯一留下的东西，让我们可以传承的东西。我们希望它能够争取成为我们一个山林教育的学习基地，还有就是对于东电西送这段的历史呢，能够透过解说员的解说呢，永远的流传下去。分海保线所是坐坐来灵高越岭古道的登山客重要的休困站，佮加上古道对所籍原住民来讲是祖先留落来的生活和记忆。罗山部落的族人希望负责管理保线所的台电，会使把土地献予林务局，交予林务局重新规划发展。就是等他们过来以后，我们会来积极的推动哈，那会以活络当地的那个生态旅游的角度，那我们会妥善去利用或者是管理这个保线所哈。林务局南投林管处表示，分海保线所的土地，准讲未来台电正式退租，就会接手积极规划其他生态旅游的行程。当地学校抑个部落也讲，因会继续合作，推广深度的文化旅游，互更较侪人了解祖先留落来的自然资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云林西里教社区邀请老师来教庄仔内老大人学手工艺熬茶啊，利用不低的物件熬做水阁实用的新乐啊。训练老大人的头壳甲骹手，大家嘛拢讲真趣味。老师展示社区的老大人才拄做好的作品，即卡看起来真水的茶啊，是老大人伫社区的手工艺课，利用无爱滴的唱片做的。资源回收的东西，做一个可以装那个，譬如说像信用卡或是账单，长辈们就是练习，就是他们的手就有动到嘛，头脑也要有动。云林西里顶南社区，逐礼拜四固定的上课，其中手工艺课程，阿公阿嬷特别介意，大家会当坐做伙，哪做哪开讲。因为还阁动头壳设计、动手做，阁有永远实地适应的效果。虽然是共一个老师在教，但是家己做出来作品绝对是别人无的，互阿公阿嬷足有成就感。做这手艺工就好啊，用脑啊，拢做无共款的。叫一寡老师，演员师两个老师来上课，还阁有一寡手工艺的老师，我感觉这老伙仔大家拢足欢喜的。目前社区关怀据点逐礼拜开放一天，设计一寡永远实地适应的课程。互老大人来遮活动，未来希望会当向中性适当的方向来发展。互老大人逐工拢会当来遮变工艺，嘻嘻哈哈，逐工拢过甲健康佮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过去美国的姜母主要是按中国进口，毋过因为两国中间的贸易战争，佮武汉肺炎的影响，订单即马转过来台湾。这也是咱台湾的姜母头一摆有机会外销去美国。南投县政府嘛望讲，政府就要继续拍拼，取去台湾的姜母真正会当销国际。受到美中贸易战和武汉肺炎的影响，中国的姜无法度出口，美国该和台湾合作。尤其南投民间乡是咱国内姜的重要产地，头一批就17000斤的姜母，准备全规出口到美国。选址的老姜会在我们民间乡来当一个集散中心，所以这个姜民间乡出去的大概占了50%-60%，可能差不多有，我讲台斤大概差不多3000万台斤，那这个量是非常可观。那因为这2年因为可能景气不好，所以这2年的姜的价格没有很好。
这几冬咱台湾国内姜货济无销，价销嘛无遐尼好，出口主要是销往日本去，即卖会当加销去美国，毋但助赞台湾姜伫国际的知名度，嘛会当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方面也要谢谢我们民间这些生姜的合作社或者是这些农户，他们自己本身也付出相当多的一个心力，不管是透过网络或者是他们既有的一些人脉，能够跟这些贸易公司来搭上线。它是最好的防疫食品，你知道？我希望讲吼，咱的政府单位吼，一定爱把咱的姜吼给推广出去，和欧美国家吼，因都唔知讲姜的好处吼。民间乡农会表示，姜有抗氧化、解毒的作用，佫会当增加免疫功能，是真好的防疫食品。台湾姜的品质人人学乐，希望政府单位会当协助推广姜的好处，和全世界拢会当食到台湾的好姜。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现代俗语讲春天真歹面，天气快变面。各地头温度的变化，咱大家要做伙来看真。北部20度到25度，中部22度到27度，南部20度到30度，东部19度到26度，今仔平湖13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